主后2023年11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诚实面对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33章第19到24节。惨啊！你这个还未受毁灭的毁灭者，你这个毋捌受背叛的背叛者，你毁灭人了后，你嘛会受毁灭；你背叛人了后，你嘛会受背叛。上主啊，恁永远，阮咧听候你，求你逐早起做阮的气力，伫阮拄着患难的时，做阮的拯救。你一个发声，万民拢逃走；你一个典韦，万国拢四散。人会来收拾战利品，若阵草蜢讲一碗来，亲像草蜢钱挖去，人会安尼三钱抢。上主受尊做大，伊住伫极悬的所在。伊要将公平正义充满释安，伊要互你一生一世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、智慧甲知识。敬畏上主是你的至宝。恁看，勇士伫街路底哀叫，求和的车驶哀惨啼哭，道路青凊，无人得行。客欲破例，证人受看轻，人无受尊重。大地哀伤衰败，黎巴嫩见效孤单，沙伦变做亲像旷野，巴山甲加密的树叶落了。上主安尼讲：即阵我要徛起来。要高举家己，显明我的大气力。恁怀孕的是粗糠，生产的是麦果。我的气要拿火吞灭恁，万民会互火烧甲变做石花，亲像站起来的刺皮，互火烧灭。恁伫远远的人，着听我所做的事，恁伫近近的人着承认我的大能。释安的罪人拢惊吓，无敬虔的人皮皮喘。因讲：咱减有人会当甲吞灭的火徛起，减有人会当甲永远袂花的火做伙住。遐个行为公义，讲话正直，掩护欺压得来的财利，摇手拒绝贿赂，趁耳孔毋听害人的计谋，用目睭无看邪恶。即款人会住伫悬的所在，用山岩的堡垒做伊的避难所。米粮供给充足，水源不断。恁会亲眼看到王的光彩，看见开阔的土地。恁会回想早前恐怖的事，心内想：呾遐个扣税伫倒位？得称正讲的金银的伫倒位？伫守望台得监视咱的伫倒位？恁袂阁看见傲慢的人民，因讲人听无的话，讲话剔嘟嘟，人袂了解。着注目看释安，恁守做的城，恁的目睭会看见耶路撒冷，一个清净安稳的主体，袂互人移散的布边。伊的膝仔袂阁飞起来，伊的索袂转去。伫遐，上主要对咱显明威严，遐有开阔的江河甲溪，无战船经过，无大只船往来。
因为上主是咱的审判官，是咱的指挥官，是咱的君王，伊会解救咱。船的说拢冷去，芳条徛袂在，船篷踢袂开。迄时有真济战利品通分，连骹摆的人都有份。伫遐徛起的人，无人会讲我破病，罪民的罪拢会得到赦免。诚实面对上帝，亚述人为北经过以色列，直落来到犹大，因焚烧逐座城，逐个村庄，既若大军所到的所在，亲像草莓过境，寸草不留。亚述大军包围耶路撒冷期间，城内粮食甲饮用水无够，病痛对得来，犹太人民陷入死亡的恐惧。伫本章，犹太人民知影家己毋对，知影家己违背上帝。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带来上帝的救恩，带出盼望甲乐观，安慰当时绝望的犹太人民。因为上帝要审判仇敌，伊的公平公义要充满释安，伊要互国家安定，赐予伊的子民智慧甲见识，佮永远保护因。以赛亚指出，伫上帝的审判行动中，罪人要互永袂花的火吞灭，义人要得到保守平安。伊劝勉人民，想要得到平安的方法，就是爱追求公义和诚实，莫对罪恶和虚假。因为只有遐个行好、活出真理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才通得到上帝的恩典和保守。伫21世纪教牧伦理学这本册中间，阐述关系基督徒品格甲德行的培养。作者讲到，伫基督教传统中，诚实是品格的重要指标。人若无诚实，会互伊的话袂当信。若是诚实，就是所讲的话袂虚假、袂欺骗，佮指向上帝踮伫基督内面的真实。作者也提醒教会的牧长甲基督徒，应该伫信仰中培养出诚实、敬德、是就是的德行，才会当伫社会做美好的见证。你是诚实的人是无？伫婚姻中，你对配偶诚实是无？伫职场，你诚实面对工作无？伫教会，你诚实面对你的服侍无？笔者捌受中会委派担任教会关怀小组的成员，主要任务就是伫教会甲牧者之间无法度沟通协调一时，中会伫必要的时启动牧会关怀小组，伫两组之间进行协调。伫几次的协调经验中，渐渐体会当初新学院毕业以前，新学院老师再三叮咛劝解即将毕业的员讲：你去教会牧会的时，一定爱切记，有三种物件千万袂磕得：金钱、权力、色。假使小可无谨慎，心中有贪念，往往伫不知不觉中，就会落入试探。有时阵，为了圆一个白贼，就爱搁讲搁较侪的白贼话来掩饰家己所做过的歹代。人性的软弱甲罪性，往往伫即阵表露无遗。伫协调过程中，刚刚有时阵会真感慨讲，
敢讲当事人拢毋惊有一天爱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当有一日主搁再来的时，你希望主做甚物代志？检采你期待主来消灭歹人，还是带着火来对付背逆伊的人？做是你确定你的心袂惊吓？当审判的日子到的时，你已经准备好要甲主见面是无？愿望咱拢准备好势，诚做诚实面对上帝的人。默想，诚做诚实的人，对家己来讲有偌重要？诚做诚实的人，对家己来讲有偌重要？咱来祈祷，是阮的上帝，伫这混乱不安的世代，恳求你帮助我远离诱惑，互我诚做一个行为端正、言语诚实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